曾经伫学校担任代课老师的林彩珊，到底补习教育一做的超过20档，不管是个别教学，或者是团体课程，拢希望做到因材施教，尽全力弥补每一个囡仔伫数学不足的所在，用对的方法，不只互囡仔成绩进步，增加自信，甚至改变囡仔一生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面对经济弱势，嘛无计较，愿意免费来教，可以被评选为台南112年度补习教育师铎奖。站在小孩子的立场上，对，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，因为他有时候要的不是只有学业上面的解惑，对，或许是他需要的是一些生活上面，或者是一些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站在他的立场，帮他去做设想，然后帮他找到最好的解决方式。或许这样子的部分能够让他无后顾之忧。你好，请问是哪一个家长？今年伫补习教育点点付出，嘛得师铎奖的，也有到伫英语教学已经17档的沈之瑜，坚持伊教学就是互囡仔快乐学习无压力，嘛互伊对幼稚英语的启蒙，一直到高中生全英语报告等各种能力的栽培，拢有伊的一套。参像举办小巧期学英语等创意，将学习用于生活活动，不只互补习班的学生，嘛开放互在地学生参加，互因拢有机会学习。我们号称是全台最美的超市，我们跟店长合作，跟麻豆区农会合作，让我们的老师进到里面去，带着孩子用英文逛超市，带着孩子用我们当地的食材，用我们当地的特产柚子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果冻。那也可以让孩子知道说，其实第二外语并不是那么的可怕，它是事实上是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的。所以当然这也是免费的，那让其他不是我们的班内的孩子可以接触到说，哦，原来学英文是这么快乐的事情，是那么有趣的事情。台市补习教育协会对创办以来，随着会员数增加，不断精进。目前已经有300会员，每一档透过师铎奖、加优良教师以及相关专业人员的表扬，来提升社会认同，嘛看见补教界爱加付出，以及帮助弱势性。补习教育呢，针对学校教育，在课后给予学生补强、补足的教育，让他们在学习能够更全方位。那对于一些可能比较学习低成就的孩子，那我们协会也有给予他们像中低收入户的一些孩子，他们没有钱可以跟其他孩子一样去参与补习教育，补强自己的实力之余，那协会也有提供育苗专案来帮助这一群比较弱势的孩子。9月24號下晡，協會將伫豐原文創舉辦頒獎典禮，同時邀請玫瑰木樂團演奏，希望造予每一人一份感動的生命體會，嘛共同見證補習教育的力量。台南新聞古文集採訪報道。